这个高嘉如去和林炳初家家暴的案件，嘛看出到民进党的内部网军的疑魂。国民党讲，这个林炳初无头路，竟然有存款2300万。讲林炳初过去要自称是国安的高层，代志发生了后，阁有网军替伊来讲话，讲这个当中恐惊会引发到国安的问题。若台北市长郭文哲是呼吁着民众，一个人写一张批寄予行政院，要求要彻底来调查网军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再起来回应，讲台湾是民主国家，相关的单位针对这个案件一定会严查严办。这笔钱真的是属于林炳书的钱吗？还是所谓的一群人共同的公款呢？如果是公款的话，那又是谁会给你这么大的钱呢？涉案拍立委高嘉瑜的林炳初，去平面媒体表讲，伊的存款1亿2300万。国民党质疑林炳初的钱，唔知是为倒位来的。冒称自己是国安人员，执行总统密账、国安密账，是国安会秘书长的幕僚，这些已经是冒用了公务人员的身份，在外面招摇撞骗。林炳初的案件维基百科的资料马上修改掉，网友质疑 IP 是伫咧国发会，不过国发会背回 IP 是交通部公路总局，嘛予国民党找到理由。他们会认为说可能是中共同路人，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入侵，结果没有想到抓出来的时候是抓到民进党啊，本来要抓红共，结果抓到绿共，所以政府自己打到自己的脸。台北市长郭文哲呼吁用写批方式寄予行政院，要求彻底调查。院长苏贞昌随开记者会回应：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，我们对于任何的不法都应该严查严办，不能利用科技侵害他人。对政论节目讲，林炳初和国安单位有指责过，国安单位阁派人偷偷保护林炳初，不过国安局背回，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。迄林炳初是周刊新闻的 PC Home 董事长兼洪志，虽然无承认，嘛是决定甲各处顾问的位辞掉。